最近大家都在谈沉浸式课语教学，这听起来很棒，对吧？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很多人对它的理解其实好像有点走错方向了哦。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修正一下导航，看看要怎么做才能让课语和客家文化真正在下一代的心中扎下根来。好，我们一开始就来一个直接的灵魂拷问。很多幼儿园会让孩子用客语玩那个市场买菜的游戏，这当然很好玩，很热闹，但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沉浸式教学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破解的最大迷思。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误解到底有多普遍。因为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用心设计的活动，常常都被贴上了沉浸式这个标签，但他们真的名副其实吗？在很多教学现场，我们都看得到老师们真的很用心，把教室布置得跟商店一样，或跟诊所一样，然后让小朋友用客语来角色扮演。这份用心绝对值得肯定，也真的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但我们就得来想一下，这就是沉浸式教学的全部了吗？还是说这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问题的核心就出在这里了。如果我们把教学的格局只锁定在这种短暂的片段式的活动上，那就真的太可惜了。这就像什么？就像你只在土壤表面浇一点点水，却期望一棵大树可以长出又深又稳的根，这是不可能的嘛。我们因此错失了那个更宏大、更根本的目标，也就是让语言真正成为孩子生命的一部分。好，既然我们知道哪一条路可能有一点问题了，那接下来就该把正确的地图摊开来看看，沉浸式教学这一条路的正确方向到底在哪里？各位，这张图可以说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你看哦，他把情境教学和沉浸式教学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左边的情境教学，就像我们刚讲的市场买菜游戏，你看它的特点，时间是短暂的、片段的，环境是封闭的、模拟出来的，目标呢，主要是练习特定的词汇。但你看看右边，真正的沉浸式教学追求的是什么？是长期，是持续，而且是在一个生活化、真实的环境里。他的目标不是让孩子表演客语，而是让他们用客语来生活。这差别可大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最重要的结论：真正的沉浸式，它是一种环境，而不是一场活动。这就像学游泳，你不可能只在岸上做暖身操嘛，你必须整个人跳进水里。在这个环境里，客语就是空气，就是水，孩子们必须用它来呼吸，用它来想思考，用它来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OK， 理论我们懂了，那实际上要怎么做呢？要打造一个真正的沉浸式环境，我们的实战地图长什么样子？该从哪几个方向开始走呢？一个成功的沉浸式教学就像一幅完整的拼图，它需要这5个关键的元素紧密的配合，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它们分别是把客语当作最主要的媒介，提供长时间的接触，串联起家庭和社区的力量，融入深刻的文化教育，还有最重要的，要有专业的师资培训。好，现在我们就一块一块的把它们拼起来看。第一点，也是最核心的基础，客语不能只是1周1小时的客语课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吗？孩子们是用客语来算数学，用客语来画画，甚至是用客语来做自然科学的观察。当所有这些学科知识都必须透过客语来吸收和表达的时候，这个语言才算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接着呢，是时间的魔法。学语言是需要酝酿的，它没办法速成。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幼儿园能够提供半天，甚至是一整天的全客语环境，因为只有在这样长时间的浸泡之下，孩子才能够超越那种刻意的背诵，慢慢内化出自然的语感。第3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语言的生命力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很努力学了客语，结果一回到家，一走进社区，这个语言就瞬间消失了，那它对孩子来说，永远就只是一门学校的功课。只有当家长在家里也用客语跟孩子聊天，当社区的节庆活动也充满客语的时候，语言才真正从教室里的表演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第4点，我们必须要记住，
语言从来就不只是一串符号或是一个工具而已，它是有温度的，它承载着一个族群的灵魂。所以教语言的同时，一定要同步传授它背后的文化，这两者是绝对分不开的。最后，也是最现实的一点，所有这些美好的蓝图都需要专业来支撑。老师的课语不只要流利，更要懂得怎么引导孩子。课程的设计不只要有趣，更要有系统、有目标，而且还要能够评估成效。这才是把我们的善意跟热情转化为真正教育成果的关键。刚刚我们提到了文化嘛，现在我们就来挖得更深一点，来聊聊为什么语言和文化的双重扎根，才是整个沉浸式教学的灵魂所在。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好了，课语里的每一个词汇，每一句俗谚，都像是一颗时空胶囊，你知道吗？里面封存了客家先民的历史记忆，他们的生活智慧，还有他们的价值观。所以说，学课语从来都不是学怎么说话而已，而是在学习一种看待世界、理解生命的方式。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谈文化教育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什么空泛的口号，它就体现在地方的历史故事里，在传统的节庆习俗里，在我们餐桌上的饮食文化里，甚至是人跟人之间应对进退的那些人情世故里。这些丰富的内容，才能让孩子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建立起深刻的文化归属感跟认同感。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有需要分这么细吗？情境跟沉浸的差别，真的有这么严重吗？答案是有的，而且非常重要。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训练出一群很会表演课语的孩子，而是要创造一个能让他们自然而然活在课语里的环境。我们要的不是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活动，而是一个让语言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空间，直到孩子们可以用课语自在地说笑、思考，甚至做梦。因为我们做这一切的努力，最终都关系到我们的母语和它背后的文化到底能不能真正在这个时代传承下去。这条路我知道或许更漫长更辛苦，但只有走对了方向，我们的努力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为下一代留下那份最珍贵的深植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资产。最后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一起来思考，环顾一下我们身边的母语教育，我们是真的在努力打造一个环境，还是只满足于举办一场又一场热闹的活动呢？希望今天的内容能为所有关心母语传承的朋友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